弟兄姊妹平安，今日我哋繼續去分享路加福音嘅第4章。4章1節，耶穌被聖靈充滿，從約旦河回來，聖靈將他引到曠野，40天受魔鬼的試探。第2節，那些日子沒有吃什麼，日子滿了，他就餓了。耶穌嘅受洗同佢嘅受試探係緊密相連嘅。對比起以色列人喺曠野40年嘅失敗，耶穌受試探，象徵佢作為新以色列經歷試煉。咁點解係40日呢？有釋經家就認為，第一，佢呼應咗摩西喺耶和華那裏40晝夜，也不吃飯，也不喝水。耶和華將這約的話，就是10條誡寫在2塊板上，呢個係記載喺出埃及記嘅34章28節，同埋以利亞嘅經歷，列王記上19章7到8節，耶和華嘅使者第2次嚟拍以利亞，起來吃吧，因為你當走嘅路甚遠。他就起來吃了喝了，仗着這飲食的力，走了40晝夜，到了神的山，就是何烈山。解經家認為咁樣係象徵屬靈爭戰同埋預備。第3節，魔鬼對他說：你若是神的兒子，可以吩咐這塊石頭變成食物。第4節，耶穌回答說：經上記着說，人活着不是單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裏所出的一切話。撒旦慫恿耶穌將石頭變成餅，因為佢喺度受洗嘅時候，路加福音3章21到22節，正禱告的時候，天就開了，聖靈降臨在他身上，形狀仿佛鴿子，又有聲音從天上來說：你是我的愛子，我喜悅你。食物係維持生命嘅基本需要，餓咗要食係天經地義。耶穌作為神嘅兒子，將石頭變成餅，既解決咗問題，亦都冇影響到任何人，更加透過行動自我證明佢就係神嘅兒子。呢一個試探係要耶穌使用作為神嘅能力，去供應自己合理嘅個人生理需要。但係耶穌話：我嘅食物就係遵行差我來者嘅旨意，做成佢嘅功。呢個記載喺約翰福音嘅4章34節。所以耶穌係以申命記8章3節去回應撒旦嘅試探，就係話凡係同聖經唔一致嘅，就唔係從神而嚟嘅。第5節，魔鬼又領佢上山，霎時間將天下嘅萬國都指俾佢睇，對佢話：呢一切嘅權柄榮耀我都要給你，因為這原是交付我的，我願意給誰就給誰。你若在我面前下拜，這都要歸你。那惡者將世上一切嘅權柄榮華全都擺喺耶穌嘅面前，佢宣稱呢個世界係屬於佢嘅，因為撒旦係呢一個世界嘅王。啟示錄13章1到2節，我又看見一個獸從海中上來，有10角7頭，在10角上帶住10個冠冕，7頭上有褻瀆嘅名號。我所睇見嘅獸形狀好似豹，腳好似熊嘅腳，口好似獅子嘅口。那龍將自己嘅能力、座位
同埋大權柄都俾咗佢。啟示錄12章9節，大龍就係那古蛇，名叫魔鬼，又叫撒旦，係迷惑普天下嘅。佢係古蛇，象徵欺騙。創世記3章1節咁樣講嘅，耶和華所創造嘅，唯有蛇比田野一切嘅活物更加嘅狡猾。所以呢一個就係形容古蛇。獸嘅形象融合咗多種古代帝國嘅特徵，象徵人類歷史上所有邪惡政權嘅總和。具體嚟講，豹係象徵迅速同埋殘暴，代表希臘帝國；熊象徵力量同埋毀滅，代表波斯帝國；獅子象徵威嚴同埋統治，代表巴比倫帝國。呢一隻獸嘅10角7頭，象徵佢統治嘅廣泛性同埋權力嘅集中。佢嘅出現預示咗一個集體嘅政治力量。呢一種力量喺末世將會對信徒造成極大嘅威脅同埋迫害。龍同埋獸象徵邪惡嘅力量同埋對神嘅挑戰。龍即係撒旦，賦予咗獸，亦即係敵基督權力。呢一隻獸就代表住所有反對神嘅政權同埋力量。我哋要注意，撒旦喺對耶穌嘅試探裏邊，從來都冇講過神，只有2次講到你若是神的兒子，挑戰耶穌對神嘅信服。首先係生理上嘅需要，再嚟就係現世上一切嘅權柄榮華。重點唔係飽腹，同埋只係接受呢一個世界嘅王。更加重要嘅係呢一個作為100%嘅人基本嘅人性反應同埋信服神之間嘅角力。神子當然明白道成了肉身嘅任務，佢亦都知道最後佢會求父，若你願意，就把這杯撤去。嗱，呢一個係路加福音22章42節嘅記載。但係相對於佢作為100%嘅神，甘願自限降世為人，撒旦嘅獎賞係微不足道。呢一個純粹係耶穌神人二性之間嘅角力。耶穌嘅神性戰勝咗耶穌嘅人性。第8節，耶穌說：經上記着說，當拜主你嘅神，單要侍奉他。呢一句說話係出自申命記嘅6章13節。你要敬畏耶和華你嘅神，侍奉佢，指住佢嘅名起誓。耶穌強調單要侍奉神。佢喺馬太福音6章24節講到，一個人唔能夠侍奉2個主，唔係惡這個愛那個，就是重這個輕那個。你哋唔能夠又侍奉神，又侍奉馬門。進一步說明咗神人二性之間嘅衝突同埋難以調和。嗱，呢一個其實係基督徒普遍嘅難題。第9節，魔鬼又領佢去耶路撒冷，叫佢企喺殿頂，對佢講：你如果係神嘅兒子，可以從呢一度跳下去。耶路撒冷係神子民敬拜神嘅地方。魔鬼領耶穌去耶路撒冷，就係喺神喺人間核心去試探佢。殿頂係指聖殿屋頂向外伸延嘅一角。當時聖殿屋頂嘅東南角，佢嘅下邊就係汲淪溪，佢嘅高度有幾百尺。你諗一諗，企喺嗰度有幾咁恐怖。第10節，因為經上記着說，主要為你吩咐他的使者保護你。11節，他們要用手托住你，
免得你嘅腳碰在石頭上。呢一個係魔鬼嘅講法，佢引用咗詩篇91篇9到12節。耶和華係我嘅避難所，你已將至高者當你的居所，禍患必不臨到你，災禍也不挨近你嘅帳棚，因他要為你吩咐他的使者，在他行的一切道路上保護你，他們要用手托住你，免得你嘅腳碰在石頭上。既然基本嘅生理需要同埋虛榮心都難唔到耶穌，咁樣生命嘅威脅就係最直接嘅。撒旦挑戰耶穌，喺人間嘅核心地標，向信神嘅人證明佢係神嘅愛子，神喜悅佢。12節，耶穌對佢講，經上說，不可試探主你嘅神。耶穌引用咗申命記6章16節，你們不可試探耶和華你們的神，像你們在瑪撒那樣試探他。呢個典故出自出埃及記17章1到7節，有啲長，我讀俾大家聽。以色列全會眾都遵耶和華嘅吩咐，按住站口從順嘅曠野往前行，喺利非定紮營。百姓冇水飲，所以就同摩西爭鬧。佢哋話，俾水我哋飲。摩西對佢哋講，你哋點解要同我爭鬧？點解試探耶和華呢？百姓喺嗰度好頸渴，佢哋要飲水，就向摩西發怒，就話，你點解要將我哋從埃及領出嚟，使我哋同我哋嘅兒女並牲畜都渴死呢？摩西就呼叫耶和華，我向呢一啲百姓可以點樣做呢？佢哋幾乎要將石頭打死我。耶和華對摩西講，你手裏攞住你先前擊打河水嘅杖，帶領以色列嘅幾個長老從百姓面前走過去。我必在河烈嘅磐石嗰度企喺你面前，你要擊打磐石，從磐石裏邊必有水流出，使百姓可以喝。摩西就在以色列嘅長老眼前咁樣做啦。佢給那地方起名叫做瑪撒，又叫米利巴，因為以色列人爭鬧，又因為佢哋試探耶和華。佢哋想知道耶和華係咪喺佢哋嘅中間。第13節，魔鬼用完咗各種嘅試探，就暫時離開耶穌，用約翰一書2章16節嘅標準嚟衡量魔鬼對耶穌嘅引誘。我哋可以知道耶穌係實踐咗聖經嘅教導。約翰一書2章16節講到，凡世界上嘅事，就像肉體嘅情慾、眼目嘅情慾，並今生嘅驕傲，都唔係從父嚟嘅，乃係從世界嚟嘅。約翰一書2章15節，不要愛世界同埋世界上嘅事。人若愛世界，愛父嘅心就不在他裏面了。而愛父嘅心係抵擋魔鬼各種試探唯一嘅方法。魔鬼暫時離開咗耶穌，原來嘅文字意思就係遠遠嘅企喺一邊，直到嗰個時辰。乜嘢時辰呢？路加福音22章39到44節，耶穌出嚟，照常去橄欖山，門徒都跟隨。到咗嗰個地方，
就對佢哋講：你哋要禱告，免得入了迷惑。於是離開佢哋，約有一塊石頭咁遠，跪下禱告，說：父啊，你若願意，就把這杯撤去。然而不要成就我嘅意思，只要成就你嘅意思。有一位天使從天上顯現，加添佢嘅力量。耶穌極其傷痛，禱告更加嘅恆切，汗珠如大血點滴在地上。呢個天人交戰就係撒旦等嘅那時辰。第14節，耶穌滿有聖靈嘅能力返到加利利，佢嘅名聲就傳遍四方。15節，佢喺各會堂裏教訓人，眾人都稱讚佢。耶穌喺勝過魔鬼試探之後，曾經喺猶太地傳道有1年多。佢滿有聖靈嘅能力原來嘅文字係指同炸藥爆炸一樣嘅有力量。耶穌喺會堂嘅裏邊教訓，更加係加添咗佢自己嘅名聲。路加話俾我哋聽，眾人都稱讚佢。各會堂係指巡迴講道，對應經文係《使徒行傳》嘅10章37節。這話在約翰宣傳洗禮以後，從加利利起，傳遍了猶太。弟兄姊妹，我哋下一次繼續分享餘下嘅經文。